剛才大家睇過一啲關於天災嘅照片，唔知你有咩感覺呢？會唔會覺得住喺嗰度嘅人好慘啊？而家劉老師會為大家講一個關於人禍嘅故事。呢本書叫做《納迪亞逃難奇遇記》，係由聯合國難民公署出版。呢個故事發生喺非洲嘅南蘇丹，係一個土地肥沃而且有石油作為資源嘅國家，但偏偏呢笪地方經常出現內戰，人民都生活得好困苦。有一日，一群士兵突然間闖進村莊，帶走咗納迪馬嘅家人同埋鄰居，迫使佢要逃亡啦。同父母失散咗嘅納迪馬冷靜過後，細聲安慰比佢更加細嘅一個鄰家女孩阿米拉。我記得媽媽曾經同我講過，如果我驚嘅時候就深呼吸，你做深呼吸啦。弊啦弊啦，附近有士兵出現啦，我哋唔好出聲啊。嗱，我數3聲，然後一齊向住嗰邊跑過去。咪走啊！咪走啊！咪走啊！唉，真係好彩啦，我哋匿埋咗，避過咗佢哋啦。呢個時候，佢哋諗起以前嘅生活，同爸爸媽媽一齊開生日會，一齊食飯，好開心啊！唔知仲有冇機會恢復以前嘅日子呢？我記得媽媽以前講過有一個標誌，只要我哋能夠逃難到嗰個標誌嘅地方，就會有人保護我哋噶啦。納迪馬拖住阿米拉一齊離開咗個森林，去到大馬路嗰邊，想截順風車，但係嗰度所有嘅車都坐滿晒人啦。弊啦弊啦，啲士兵追到嚟啦，仲開槍掃射我哋嘅巴士啊！啲人為咗保命，四圍咁跑啊，快啲匿埋啊！後來納迪馬佢哋跑到去海邊，遇到一隻船，船家就接收埋佢2個上船啦。佢哋預備經海路逃離呢個國家，中途仲遇到風浪，有人跌咗落海啊！故事就講到呢度先。如果你對呢本書有興趣嘅，可以去圖書館度借㗎。無論係天災或者人禍，相信大家都唔想遇到。圖書館社會科學類嘅圖書架上邊就有好多關於呢方面嘅資料啦。當然啦，打開報章或者雜誌，甚至電視機裏邊嘅新聞報告，都會聽到好多關於天災人禍嘅消息嘅。喺學到知識之餘，更加希望大家能夠進行反思，睇下自己嘅生活狀況同呢個世界比較係幾咁幸福。我哋真係要好好珍惜自己所擁有嘅嘢啊！有能力嘅幫下其他有需要嘅人，尤其係有受災嘅地方，我哋可以用金錢去支援佢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香港政府都曾經派出過我哋嘅消防隊去到一啲地震嘅地區幫手救災嘅。無論天災定人禍，我哋人類總係要多啲紀念喺受困苦當中嘅人，施以援手。呢啲就係圖書館可以借閱嘅有關天災人禍嘅圖書啦。社會科學類嘅圖書，其實大多數嘅範疇都會同國家安全呢個概念有關㗎。上一次我哋介紹嘅環保主題就係同生態安全有關啦，而今次所講嘅故事就係同軍事安全、國土安全有關。藉住呢2次嘅閱讀課介紹，
希望可以提高大家對國家安全嘅認識。